去到孤兒院啦，探望啲孤兒嘅時候咧，見到好多小朋友咧喺呢度咧。雖然冇爸爸媽媽啦，但係咧佢哋都有人好大愛地去照顧啦。咁我哋大家咧都見到咁嘅情形之後咧，會繼續努力賺多啲錢，做多啲功德。唔係淨係一個普通嘅泰國之旅，係帶我哋去做善事啊！我哋見證到一啲小朋友咧，即係好多團友睇到都喊。20多，20多个才会够用。好，现在我们捡了11个。Om hi satara hampuriang he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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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รว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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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สาธุไปสาธุ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
成個人係好 refresh 啊，個感覺係。當師傅臨落嚟嘅時候咧，其實 feel 成個人都係好開心啦，同埋好震啊！其實全身都嗰個力量係好大咯。好似將一啲唔好嘅情緒就一掃而空。成個靈台清醒晒，咁啊，大家知道咗自己將來要做咩啦，就要回饋翻有需要幫助嘅人。สาธุพร้อมกันนะไปคู่ไปคู่ไปคู่今次其實都第2次嚟啦，都好開心啦。咁有好多我上次都去唔到、未去過嘅地方啦，所以都好有新鮮感咯。大家每一位信徒咧，佢哋好慷慨去貢獻，同埋咧寺廟裏邊咧一啲嘅儲水器，希望咧能夠咧俾到一啲乾淨嘅食水咧，俾一啲嘅孤兒院。嚟到第4團嘅最後一日啦，咁多團友咧都滿滿嘅祝福，好開心。由一開始由北部啦，到今日喺曼谷啦，琴日我哋做完晒所有嘅法事之後咧，大家亦都喺個天上面咧收到好大嘅祝福嘅。嚟緊咧，大家都能夠保護身體健康啦，速啲，係啦，興興來。感恩第1團20人，第2團30人，跟住第3團34、35人，第4團50人。嚟緊我哋嘅暴富禮佛團將會更加多人會參加嘅，多謝大家。點解會每一團一路不停人數增加？因為個個咧返到去咧就生意興隆，心想事成，就令到大家咧個個咧都能夠多做功德，幫助更多有需要嘅人啊！